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银。带先来关心伫台湾海峡的意愿。中国一渔船万良鱼6月22号，今日透早伫金门海域丙船沉去，船顶有6个中国的渔民落落海，第一时间两岸呢做伙救人。中国有派直升机、海救船甲海巡舰。台湾这边海巡署嘛派出4台船，伫早起经过搜索了后，确认找到2个人，另外2个人确认讲已经亡性啊，也有2个人失踪。虽然讲最近两岸的关系比较较敏感，但国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讲，为了救人，会全力的配合。海巡人员出动船艇前往金门过海搜救。今日透早，佮传出中国渔船丙船，海巡署接到通报，随过救援。搜救人员伫咧水内底捡到一领有用油画，就是船员落去的衫。中国一渔船丙船，船顶拢总6个人，2个人互救起来，另外还有2个人已经死去，2个人失踪。本署立即成立应变中心，指挥金马澎分署、金门巡防区以及海巡队派遣4艘巡防艇前往救援。代志就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6点多，一只中国一渔船伫咧金门东顶岛西南1.1海里的所在丙船。咱台湾海巡署接到通报，飞金门4周回，派4只海巡艇前往救援。中国嘛派直升机6台和海救船、海巡艇伫咧东顶岛4周围搜索，其中一只东海113海救船嘛伫咧东顶岛附近西。向我台明代，感谢东海913。另询问你们附近有没有台巡逻艇？搜救的过程内底，中国海军巡逻队对话内容嘛公开。当时中国的搜救人员都集中伫咧东顶岛附近，可能是因为两岸关系敏感，佮特别伫咧问，敢有看到台湾的海巡艇？完全一个人道方面一个处理，我们能够配合协助了，哪怕把这个捞上来以后，该要后续处理的。我们绝对是做人道方面的工作。中国搜救人员戴白色的头盔，台湾海巡人员是戴红马色的头盔，两岸还咧同齐执行任务。进前海巡署执法，造成中国渔船丙船2死1挂，和两岸关系搁一摆紧张。过1个月，搁发生丙船的事件，第一时间救人要紧，两岸先放下偏见，同齐救援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